喺6月1號嘅時候啊，印度當地咧有一個好大嘅新聞出咗嚟，就話到印度大選當日啊，有33個工作人員因為熱得滯中暑而離開咗嘅，而呢33個工作人員裏面有19個仲係高官嚟㗎。咁點解會發生咁樣嘅事呢？究竟印度嘅天氣有幾熱啊？而且印度天氣咁熱係人禍啊定還是天災呢？有冇任何方法可以解決到呢一件事㗎？我哋轉頭翻嚟就會同大家講下㗎啦。香港青年走在最前，大家好，我係小明。最近印度有一個大新聞，就話到舉行大選當日，有33個工作人員咧係因為中暑而去咗世㗎。咁好啦，發生呢一件事，我哋就要睇下印度氣溫有幾高啦。自從今年5月份開始啊，印度高溫可以話係完全冇減低過嘅。日頭嘅溫度紀錄啊，甚至乎超過咗50度。日頭都算啦，夜晚亦都有夜熱嘅喎。夜熱嘅溫度係超過咗40度嘅。大家諗下，超過咗40度嘅話，點樣瞓覺啊？根據數據啊，現時印度有17個唔同嘅地區咧，佢哋平均嘅氣溫啊已經超過咗45度噶啦。咁熱嘅天氣就會出現另外一個情況，就係缺水。嗱，對印度人民嚟講啊，而家呢個時勢咧，可以話到係苦不堪言嘅。唔單止瞓唔到覺同埋缺水咁簡單啊，若然一個地區長期高溫嘅話咧，係好容易出現一啲疾病嘅。咁印度當地嘅醫療福利又唔稱得上係好喎。若然唔能夠及時治療嘅話，係好容易令到嗰啲人啊因而離去噶。咁好啦，我哋講印度咁熱嘅情況之下，因為啲乜嘢咧？我哋先講天然先。印度嘅地理因素亦都係令到呢一笪地方啊出現咁熱溫度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噶。印度旁邊就係喜馬拉雅山脈啦。嗱，就係因為呢一座喜馬拉雅山脈啊，每逢有任何西北風係吹到去印度嘅話咧，就會俾呢一座山脈阻住咗噶啦。咁當然啦，淨係因為單純咁樣阻住咗啲風，就絕對唔能夠令到印度出現50度嘅氣溫嘅。咁人為嗰方面究竟有幾多個因素、幾多個原因呢？我哋先講碳中和計劃。喺2012年嘅時候啊，印度已經有一個碳中和計劃噶啦。當時咧，阿莫迪政府啊就定落咗一個目標，就話到喺2040年嘅時候咧，佢哋印度會實施到碳中和，完成晒碳中和計劃裏面所有嘅目標。因為淨係計舊年啊，印度嘅碳排放量咧已經有成356億噸咁多噶啦。咁啊對比我哋中國啦，我哋中國同樣係一個人口大國，我哋嘅碳排放量咧即係110億噸啫嘛，係印度嘅1/3啊。咁好啦，阿莫迪政府咧就話佢嘅目標係2040年啊嘛。咁長時間裏面當然有中途檢討嘅時候啦。但係無論係2016年、2018年、2021年啊，呢3次氣候大會裏面咧，阿莫迪一直都喺度逃避緊有關碳中和計劃嘅問題嘅，甚至乎去到2010年嘅時候，阿莫迪政府將碳中和計劃啊直接延期去到2070年。正所謂啊，人無恥便無敵。阿莫迪政府塊面皮啊，真係唔知道有幾厚啊！嗱，確實嘅，印度人口係多，超過咗14億人，咁人類咧都會排放二氧化碳噶嘛，咁即係話到一個地方又或者一個國家，只要人口越多，二氧化碳嘅排放比例咧，亦都會越多。但係咪單純啊人口比例多咗，就會令到碳排放量多咗啊？嗱，確實係嘅，但係佔個比例有幾多啊？我哋中國何嘗又唔係14億人口？再講啦，人口嘅污染啊，又點及工業污染厲害啊？同埋講真啊，二氧化碳排放咁多嘅話咧，種多啲樹咪得咯。所以有關種樹計劃啊，其實每一個國家都好關注嘅。咁印度嗰方面對種樹有啲乜嘢計劃咧？喺國家層面嚟講啊，環境污染可以話到係全人類最大嘅問題嚟嘅。所以若然一個國家個環保污染比例咧超過咗某一個程度啊，可以話係觸犯咗聯合國嘅法律㗎。咁當然啦，印度政府點樣面對法律咧？梗係兩個大字啦，唔理。嗱，我哋唔好講環境咁大件事啦。印度最出名嗰條恒河水啊，全世界人鬧咗幾多年啦？印度有冇改善過啊？根本就冇。嗱，若然話到有一條河流係受到污染嘅話，咁啊，梗係要派一啲檢測人員咧去檢視一下水質啦。但係恒河水就唔同啦，淨係目測啊已經有大量嘅垃圾，唔使睇水質㗎。據不完全嘅統計裏面啊，恒河水裏面有幾多污染物咧？就譬如話大量嘅汞啊、鉛啊等等嘅重金屬，最出名嘅就係咧有10萬幾種大腸桿菌，
就算練咗我哋中國嘅功夫啊，鐵布衫都冇用噶，你係要練鐵膀胱先掂嘅。嗱，曾經有啲人唔信噶，嗱，曾經有啲網紅啊，就特登走到去印度，諗住飲一啖恒河水嘅，咁有啲咩結果咧？咪就係中咗大腸桿菌咯。所以若然啊，大家有咩仇家嘅話咧，去印度特登裝一樽恒河水俾佢飲就啱啦。飲咗恒河水會受到大腸桿菌感染嘅比率咧，可以話到係100%噶。但係作為印度人民咧，真係可以話到係百毒不侵啊！印度人民對恒河水除咗係無限尊敬之外，仲會攞嚟洗衫啊，甚至乎大小二便咧，亦都有機會會喺呢條恒河上面去處理噶。2015年嘅時候啊，聯合國亦都曾經多次對印度恒河水呢件事啊，召開過無數嘅會議噶啦。就例如話最簡單亦都最容易做到嘅方法啊，就係禁止印度人民喺恒河上面抌垃圾。咁當然啦，印度人民聽到呢件事咧，梗係當冇聽過啦，馬照跑，舞照跳啦。嗱，印度亦都有旅遊業噶嘛，所以每一年啊，就算嚟到印度去旅行嘅遊客，係絕對唔會靠近恒河嘅，因為佢哋覺得咧，只要靠近恒河嘅話，真係唔使飲一啖啊，嗦一嗦咧，分分鐘都舒筋活絡噶，舐一舐啊，係保證兩頭擺嘅。咁好啦，講完呢條咁出名嘅恒河，工業嗰方面又點睇啊？印度對待工業污染嗰方面啊，係絕對有佢哋印度嘅一套嘅。嗱，先講印度嘅空氣先啦，因為工業所排放嘅污染物，就譬如話煤炭加工廠啊、建築工地嘅灰塵，印度政府咧可以話佢係完全冇處理過㗎。嗱，點解佢哋會咁樣做咧？背後有一個終極原因嘅，就係賄賂。其實現實上有好多外資啊，會特登去到印度嗰個建廠嘅，咁嗰啲廠商都有工業排放㗎，咁點樣處理咧？最現實嘅情況就係俾啲錢塞住嗰啲官員把口，所以印度當地有一啲管理污染嘅人員亦都講到㗎，唔係我唔想處理啊，係國家唔俾我處理啊。咁我哋一開始講過，就算有無限嘅二氧化碳都好啦，點樣能夠最容易、最簡單、最直接解決到二氧化碳嘅問題咧？就係種多啲樹啦，因為樹木有光合作用啊嘛，小學生都知道㗎啦。咁印度政府點樣解決樹木嘅問題咧？嗱，據資料統計啊，其實印度喺呢幾十年間咧，累計已經損失咗38.4萬公頃嘅森林㗎啦。嗱，點解講損失咧？因為大部分啊都係佢哋斬完之後唔再重新種翻嘅。但係印度係咪一個出產樹木嘅國家咧？當然就唔係啦。就例如話巴西咁樣啊，佢無限去砍伐樹木，係因為呢一方面咧同佢哋出口有關。咁斬完啲樹咯，咪再重新種翻咯，咪可以無限咁樣斬咯。嗱，雖然印度政府咧亦都有話過啊，我自己都有種樹啦，但係定義嗰方面就完全唔同啦。我哋普通人嘅認知啊，乜嘢為之森林咧？雖然就未至於啊無限咁高嘅樹木，但係最起碼呢棵樹都要高過自己先得㗎。但係印度政府就唔同啦，就算係一啲灌木，只要超過30cm 嘅話，佢哋都會定義為森林嘅。嗱，你咁樣種一啲灌木嘅話咧，可以話到係完全解決唔到二氧化碳嘅問題㗎。你反正都係種灌木，你不如種仙人掌，仲更加唔使打理添啊！嗱，其實呢一類型嘅環境污染咧，唔單止係印度嘅問題，我哋中國作為印度嘅鄰國啊，亦都會受到影響噶嘛。印度咁樣玩落去嘅話咧，即係遲早有一日會影響到我哋嘅。所以今次印度氣溫飆升咧，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印度政府同埋印度嘅人民係根本冇理會過有關環境嘅問題。我哋成日都話噶嘛，全球變暖，人人有責。印度今次啊有33個工作人員因為中暑而死亡事件咧，相信會陸續發生㗎。阿莫迪政府，我都希望你反思一下，與其得把嘴，每一年喺嗰啲氣候大會上面吹水，不如切切實實解決碳中和問題啦。如果唔係啊，全世界都會俾你印度去連累嘅。咁好啦，今日我哋頻道分享咧就去到呢一度啦，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青年，拜拜。近日有觀眾就問到啊，香港青年仲有冇一啲免費洗牙又或者種牙嘅優惠啊？嗱，其實咧有關呢一件事啊，我哋一直都有嘅，只不過冇大力咁樣推廣嘅啫。若然大家有需要嘅話，就記得揾我小明啦。我嘅電話就係61570754，我會幫你哋安排時間，無論係免費洗牙又好，種牙優惠又好，只要你哋有需求，我必定會幫手嘅。